小兄弟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。今日你我有缘，这本武道巅峰秘籍，10万钱卖给你。只要你能练成这独孤九剑，便可以成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10块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你这个臭道士，现在骗不到大人，竟然开始骗小孩子了！走。哎，小兄弟，哎，我这还有移花接木、北冥神功，再看看。我呸！想不到啊，堂堂心理学博士，穿越到这武道世界，居然3天饿5顿，这个世界的钱也太难赚了吧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爹娘的遗愿，娶老婆，为我秦家开枝散叶呢？前辈，你看我这骨骼怎么样？是不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？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天灵盖有一道灵光喷出，你何止是万中无一，你根本就是万年难得一遇的武学奇才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家人说我是冰灵圣体，体质太过特殊，所以一直无法修行。前辈，您能帮我吗？体质特殊是吧？本尊所著这本《洗髓经》可以洗精伐髓，刚好适合你。什么？洗精伐髓？前辈，这功法要多少钱？看这傻白甜的穿着，她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吧？1000块是不是太高了点？如此珍贵的功法，居然只要100万！前辈，我今天出来的急，身上只带了10万块，能不能先欠？什么？10万？什么？10万？哎，我知道这10万是少了点，但是我现在身上就只有这么多。修炼秘籍讲究的是缘分，今日你与这本洗髓真经有缘，它属于你了。易筋功已毕，变成金刚体。前辈，这洗髓经也太深奥了，求前辈为晚辈讲解。洗髓经就是我瞎写的，讲解个锤子！可万一被拆穿了，这10万块钱就泡汤了。算了，这小姑娘应该挺好忽悠的。易筋功已毕，变成金刚体的意思呢，就是练成洗髓经，便成为金刚不坏之身。元气九阴晕，发作水浊土，水发昆仑巅，4大坑紧住，静坐生暖气，水中有火炬。前辈果然是隐士大能，竟然能将功法奥妙灌入我的脑海，我已经步入修行了。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的意思就是，洗髓经一旦练成，便成为盖世无双，无人可挡。我信口胡诌都能听这么入迷，嘿，果然好骗。前辈，你也太厉害了！晚辈楚小野是洪州修行世家楚家的嫡长女，求前辈收我为徒。求前辈收我为徒。我收你为徒，你要拜我为师？我
我知道我的想法可能有些贪心，毕竟像前辈这样能口吐大道真言，能成武道空间的绝世高人，肯定不会随意收徒。但晚辈真的太敬仰你了，求前辈成全晚辈。大道真言，武道空间，这丫头脑子不太正常吧？小姑娘，快请起！我一心潜修，只卖有缘人武林秘籍，早已不再收徒。果然，像前辈这样的绝世高人，碰不上我这种三流修行家族的女儿也很正常。可这天大的机缘要是错过了，就再也没机会了呀！前辈，这是晚辈的祖传玉佩，我知道这肯定入不了您的法眼，但这代表了晚辈的真心诚意。我发誓，日后徒儿一定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，好好孝顺师父。本尊不断万古，如今游戏人间早已不再收徒，但你我有缘，缘分匪浅，今日为师便收了你。多谢师父。陈天龙，我已经拜了玄真观的观主为师，我们之间的婚约就此作废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骚扰，小心我师父灭了你陈家。好徒儿，你方才说的是哪个陈家？就是10大古武家族之一的陈家呀。当然了，陈家这种小虾米，师父您伸出一根手指，就能随便捏死他们。什么？10大古武家族的陈家？楚小野是濒临圣体，和九阳圣体是修炼绝配，竟有人敢从中作梗，真是找死！师父，我已经练成了这洗髓经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修行者。这丫头恐怕真有精神病吧？多年来，我始终无法踏入修行。师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这就通知家族，为师父准备10亿厚礼，正式举行拜师大典。为师闲云野鹤多年，对那些俗世的礼数、虚名都不在乎。你往这张卡里再打个300-500万就行了。 300-500万，做你的白日梦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楚家的天都要被你捅塌了！这个江湖神棍，连我楚霸主的女儿你都敢骗，还破坏陈楚2家的联姻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！ 不可胡言，我师父可是游戏人间的绝世高人。好徒儿，低调低调。好啊，那就让我这个筑基巅峰的修行者来领教你的高招。这文明社会，你们可千万别乱来啊！筑基巅峰啊，真是吓死宝宝了！爸，不可冒犯我师父。 好，小野，我今天可以放过这个神棍，但你身为兵宁圣体，你必须嫁给龙少，才能踏入修行，这关系到楚家的存亡。你马上跟我回去，向龙少道歉，并履行你们的婚约。我根本不喜欢陈天龙，我才不会嫁给他。况且，我已经有了我师父这样的绝世高人，陈天龙要是再想娶我，他那是高攀。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呢？既然有婚约，你还是应该履行的啊！师父，你不知道，我听说那陈天龙修炼邪功残阴不要，先后他娶了7个老婆，全都丧命了。哎，那是外界传言，不可轻信。况且
你不嫁给龙少的话，你怎么踏入修行？怎么完成家族的使命？谁说我现在无法修行了？我刚刚经过我师傅的指教，我仅仅用了2个小时，就已经成为了一名修行者。一派胡言！就算是天之骄子，那要经过1个月的洗净法髓，方能踏入修行。切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遇见像我师傅这样的绝世高人。这就是我师傅传给我的绝世功法洗髓经。爸，您困在筑基境已经5年了，我敢保证，只要您修炼这洗髓经，定能一举突破到金丹境。我的小姑奶奶呀，你爸现在恨不得吃了我，你能不能别再往我头上扯了？你看清楚这写的什么？这不过是哄小孩的玩意儿，哪来的什么绝世功法呀？爸，不可胡说！我刚才就是短短修炼了这洗髓经，我不光成为了修行者，我的修为还从基础的炼气境直接飙升到筑基境呢。我楚巴图一世英名啊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女儿啊？楚小野，你是冰凝体质，你无法修行。这再牛逼的功法，它也没办法改变你的体质啊！爸，这洗髓经真是绝世功法，您等会儿自己看看你就知道了。等你打开看看，你就会知道我师傅到底是多么的深不可测，没准儿你都想拜师。拜师？拜这个江湖骗子为师？对啊。哼！哎呀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！哎呀，您先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倒要看看这个骗子写了什么，能把我的女儿骗成这样。一旦我揭穿了你的谎言，定要打爆你的头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洗髓经完全就是瞎编的，这一看得露馅儿啊！武道空间，我的傻女儿说的居然是真的！请正等洗净法髓，逆天而行。哎，你爸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请前辈收晚辈为徒。晚辈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真人。看了洗髓经之后，我犹如醍醐灌顶。我已经突破了瓶颈，达到了金丹境了。晚辈对前辈心服口服，求前辈收晚辈为徒。啊？你也要拜我为师？爸，我就说吧，你也会想拜师，可惜晚了，我已经拜师了。你再拜师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那倒是哈，我也不能叫你师姐呀。原来这楚丫头脑子不正常是遗传呐，这父女2个简直就是一对活宝，妥妥的有妄想症。爸，我现在还用不用嫁给陈天龙啊？有了秦前辈这样的师傅，陈天龙根本配不上你。谁是玄真观的观主？他就是陈天龙。这家伙还真敢！师傅，你一定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你这不是搞我吗？楚小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是我师傅仙居之处，我劝你不要自讨苦吃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江湖骗子。
陈天龙，休得对前辈无礼！楚家主，你管他叫前辈呢？楚小野是天生冰凝圣体，只有我这九阳圣体才能助他成为修行者。他年纪小，不懂事就算了，你也跟着胡闹啊？我师父已经助我成为修仙者，你就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陈天龙，小女已经拜了前辈为师，你们之间的婚约啊，已经没有必要了。你们都疯了吗？小子，你是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能让他们毁约退婚？我陈家乃洪州10大古武家族，你承受得起我陈家的怒火？承受得起我陈家的怒火？我他妈不过卖了本功法，就要被人喊打喊杀？我师父这样的绝世高人会怕你们陈家？我师父已经助我成为了修仙者，我爸也突破了金丹境，我们楚家必定会崛起。你们陈家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哎，好徒儿，做人呢还是要与人为善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呢，别扯上我了。楚小野，你吹自己成为修行者也就罢了，整个洪州谁不知道他楚霸图根基薄弱，就是要筑基都得烧高香，还金丹期呢。小女说的是实情，我刚刚经过前辈的指点，不到5分钟，我便已经突破瓶颈，达到了金丹境。嚯！你们妇女都失心疯了吗？5分钟啊，5分钟，咱们就从筑基境来到了金丹境。一群井底之蛙。我师父可是游戏人间的绝世高人，他的本事岂是你们可以理解的？赶紧跪下向我师父道歉，要不然必定让你血溅我。本尊早已看破一切，道歉就不必了啊，不必了。大哥，陈大哥，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就服下软，赶紧走吧。我道歉，他也可以。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位绝世高人是怎么跪在地上向我求饶！千万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动起手来是要出人命的。听到没有？我师父在警告你们呢，他一动手，你们小命就没了。你吧，好，我就要看看这神棍什么能耐。想对前辈出手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去死！一金攻一臂，变成金刚体。呀！我师父随便调教一下，就可洗髓伐骨，更改体质，让我爸突破到金丹境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绝对不可能！这个骗子怎么可能真的是世外高人？还敢对前辈不敬是吧？前辈仁慈，饶你一条狗命，非想寻死是吧？啊！前辈，陈天龙屡次对您无礼，需不需要我将他就地格杀？不，你们不能杀我呀！我爸陈刚那是金丹巅峰的高手，你们杀了我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金丹巅峰，在我师父这种绝世高人面前，也不过就是蝼蚁罢了，大废了！哎，等等，上天自有好生之德，这次就放过他啊！听起来他爸来头很大，要是真杀了这种大佬的儿子，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那也得玩完呐。听到了，前辈仁慈，饶你一命，还不快滚！
秦萧，老子等着，我将你挫骨扬灰！我陈天龙誓不为人！我干！哎，喂！大哥，刚刚是楚霸图要杀你，明明是我救了你，你不带这么玩的吧？师傅，陈天龙如此不知死活，下次再见他，我一定要灭了他。好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，那你们先忙吧，为师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得罪了陈家这种庞然大物，我得赶紧收拾东西。哎，师傅！哎，前辈，您对楚家的恩情如同宰灶啊！家中已经备好了酒菜，请您一定赏光。对啊，师傅，您一定也想到徒儿长大的地方去看看吧？我们快走吧！对，走吧！哎，前面，前辈，我想问问你啊，这像你这样的帅哥人，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？娶老婆，生儿子。那师傅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？就你这样的肤白貌美、大长腿。爸，我师傅已经醉了，我去弄点醒酒汤给他醒醒酒。啊，谁呀？你陪前辈啊！我去。小爷喜欢秦前辈，秦前辈也喜欢小野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哎呀，如果秦前辈当了我楚家的女婿，那我楚家岂不是可以横着走？哎呀，小野性子害羞，怕是不敢主动啊。对，哎呀，小野呀，爹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哎，秦前辈功力高深，药量小，恐怕不管用。师傅，您就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。徒儿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热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徒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真的太热了。徒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真的太热了。哇，这么大，难这个考验干不？师傅，你真的太帅了。徒儿，你喝多了。师傅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你千万要冷静。我要。打一顿应该就好了。为师力气大，你忍着点。哎呀，这药果然厉害，这下生米煮成熟饭了。
你打我干什么呀？痛死我了！你清醒了？刚刚我到底是怎么了？真是羞死人了！哎，哎呀，闪个腰了吧？这楚丫头应该是喝迷糊了，刚才真是惊心动魄呢。哎，这楚家终是是非之地，睡一觉应该赶紧跑路。哎呀，贤玉啊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来，快坐。来，那是贤婿。哎呀，你昨天晚上跟我女儿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，叫你贤婿没错吧？叔叔误会了，昨天晚上的事儿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前辈，我知道，小女配不上你，可是昨天很多人都看见小女从你的房间里走出来了。你要是不认这事儿，小女性子烈，她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。前辈，小女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哪怕让她做个妾，我们也心甘情愿的。怎么能做妾呢？要做，那也得做老婆啊！你是想娶小女当正室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开始。楚小野漂亮单纯，而且还是大家族的千金，要真能娶她当老婆，我秦家的祖坟估计都得冒青烟呢。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绝世高人，要是身份被拆穿，肯定死路一条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赶紧找机会溜吧。哎，师傅，早。哎，早。哎，怎么还叫师傅呢？啊，那我不叫师傅，我应该叫什么呀？难道像前辈这样的绝世高人，爱好追求刺激，喜欢师徒这种禁忌关系？没叫错，叫师傅好，叫师傅好。嘿嘿，那个贤叔叔，您可千万别叫我贤婿。小叶脸皮薄，等我娶她过门之后再改口啊。那我叫你什么呀？得编个假名儿，不然他们肯定能查到我的底细。我叫秦始皇，您就叫我的小名始皇帝。始皇帝，好。爸，谁是始皇帝啊？啊，始皇帝是我的小名，叔叔这么叫我比较亲切嘛。哎，天赐啊，什么事？好，天赐，你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爸，我表哥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始皇帝啊，我昨天在你摆的那些秘籍当中看见一本医书，叫《本草纲目》，请问它是可以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吗？昨天收了楚丫头那么多钱，事已至此，吹吧。本草纲目可不是一本普通的医书，而是我所著的传世典籍，足可以起死人，肉白骨。哎呀，这太好了呀！始皇帝，我包姐的公公沈家老爷子已经病重多日了，昨天突然吐血了，已经命不久矣。求始皇帝，求你去给他医治啊！我马上要去东海仙山传道，可没有时间在这耽误。都命悬一线了，我拿鸡毛救他？哎，师傅，如今只有你能救沈老爷子了，您就发发慈悲吧。好徒儿，为师今日确实有事啊。再说了，这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，纵然为师有通天的修为，那也不能违反天道轮回。始皇帝啊，这沈家是洪州首富，这次能有资格去给沈老爷子治病的神医，那不管能不能治得好，他都给1000万钞金。爸，就在
我师父这种绝世高人面前，就算是地精首府，又岂能入得了他的法眼？什么金钱美色，在我师父眼中，那可全都是粪土。你这样提起，这不是在羞辱我师父吗？1000万，治不好也能拿。对，虽然本尊今日有事，但救死扶伤乃医者的天职，而且神出两家又是亲戚，看在小野的份上，本尊就亲自去一趟沈家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反正马上要跑路，借着楚家和沈家的关系，再白嫖1000万，也可以为日后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约翰神医，我爷爷真的没救了吗？就算上帝清理，也救不了他。爷爷，你昏迷以后，陈刚那魔头就逼我救出雨落，我被他打伤，只能让雨落先走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大少爷，您伤还未愈，要保重身体啊！大少爷，老爷子已经仙逝，我们还是按照沈家的传统，将老爷子火化，让他老人家早登极乐吧。点火！等等，表哥，等等！小野，你爷爷还有救。小野，我爷爷刚刚仙逝，我正要火化送他升仙，你要干什么？表哥，我们已经为你爷爷请来了神医，只要他出手，你爷爷就有救了。大姐，这人都要被火化了，还救个屁呀！你真当我是神仙呐？不过也好，人已经死了，我就不怕装模作样露馅儿了。小野，别胡闹了，我们请遍了各大神医为爷爷治病，始终药石无灵。这位约翰神医是西欧最著名的医学家，他也束手无策。这小子年纪轻轻的，难不成能起死回生？天赐，小野没有胡闹，秦始皇当真是绝世神医，能生死人肉白骨。Oh my god！ 人已经死了，是绝对不可能复活的。舅舅，小野，你们别被这个神棍给骗了！天赐，不可无礼！始皇帝虽然看起来年轻，但是他著有传世医书，是货真价实的神医。我亲爱的上帝啊，制作医术需要很多年的经验，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笑个屁呀！我师父可著有医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真见鬼！《本草纲目》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小三，我出身地京医科大学，认识很多名医，从未听说过什么《本草纲目》。舅舅，这个骗子给你们喝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天赐，我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，我才请始皇帝来给你爷爷治病的。你竟然屡次冒犯始皇帝，真是太让我失望。表哥，你认识的那些人，连给我师父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徒儿，低调低调啊！小子，你真著有医书？当然有啦！你到底想不想治你爷爷呀？你这样质疑我师父，这可是大不敬。小子，这卡里有诊金1000万，如果你治好了我爷爷，我再追加2000万，并且向你道歉。但是，如果你敢骗我，惊扰了我爷爷的亡灵，我一定裁了你小子给我爷爷陪葬。哎呀，BBQ，我就说这钱哪有这么好赚？大哥，你爷爷都凉了，我怎么治啊？我可不想给这老头陪葬，还是赶紧溜吧。本尊今日来的匆忙，所著医书忘带了。既然你们不相信，那我也不勉强。徒儿，我们走。师父，我带了呀。看好了，这就是我师父的医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你看好了，这就是我师父的医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
我的小姑奶奶，你这是铁了心要把为师往火坑里推吗？如果华佗在世，重阳都被医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大哥啊，你就担待点，我哪记得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内容啊？我能记得周董这首歌的歌词就不错了。这《本草纲目》乃是医学巨著，为了方便传播，我特意把它编成了歌词。你看不懂也正常。哇塞，师傅，你真厉害，竟然能把这医学巨著编成写歌的法子。师傅，你快给他们唱一下呀！如果华佗在时，重阳都被医治，外邦来学汉字，激发民族意识。千字决命字，苍耳字还有链字，黄腰子、苦豆子、春见字，我要面子。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。师傅，您唱的可真好，重阳都被医治，外邦来学汉字，这歌词写的真好，真应景。秦始皇，你是在嘲笑我崇洋媚外吗？我爷爷刚死，你就来我沈家招摇撞骗，现在又在这逞口舌之快，今天我饶不了你！我大少爷本身就有伤在身，你竟然还加害我们家大少爷！我都没碰他，你这碰瓷儿你不带这样碰的。把这个骗子拿下，千刀万剐！把这个骗子拿下，千刀万剐！诸位，始皇帝是我楚家的贵宾，各位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此事……你也不必为他开脱，要不是看在我们两家的交情上，你们也难辞其咎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展现你真正的实力啊！要不然让他们误解你，可真就来不及了。我也想，早知道没事的时候就多看点医书了。好徒儿，他们沈家人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为师不治了。哎，你替师傅拦着他们点，免得为师出手，他们沈家又得添几座新坟。好。哎，我身上的伤竟然痊愈了！啊，齐先生，齐先生，请留步。大少爷，您没事了？多谢齐先生为我疗伤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出手救我爷爷。我啥时候为他疗伤了？这沈天赐是楚家亲戚，难道都遗传了脑子不好的病？齐先生，您真是绝世神医啊，不动声色的就治好了我的内伤，我向您道歉。刚才都有得罪，这3000万，请您收下。无论如何，治我爷爷。我操，3000万，这可足够我娶个漂亮老婆，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萧爷，刚才是我不对，看在你死去姑妈的份上，帮我求求齐先生吧。师傅，我表哥已经知道错了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他这一次呗。也罢，看在你救人心切的份上，我便不与你计较。但是命由天定，我若救不好他，你可千万不能怪我啊！你可千万不能怪我。不会的，若齐先生这种高人都无能为力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。有觉悟。都他妈硬了，还救个卵子啊！事已至此，只能胡乱比划一番，先应付过去。没什么别的事，跟着我念几个字：枸杞山药当归够。枸杞山药当归够。小子在说什么？这老爷子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迹象。大少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既然相信这姓秦的，我看他就是在胡乱比划，根本就不……住嘴！秦先生是绝世神医，岂容你们质疑？
不错，这人复活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我表亲犹在，速速醒来！沈老头还不速速醒来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东海仙山10位化神强者都在这里，马上来，马上就来啊！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，我也想去东海仙山见世面呢。老爷子没有任何动静，该死！看来沈家恶作剧，听说真是可恶至极啊！大少爷，醒醒吧，那个人就是个骗子，他也是刚并天就敢来沈家这样戏弄我等，一定不能放过他。连秦先生都救不了我爷爷，看来这真的是我沈家的命。愚蠢的大侠人，得不到上帝庇佑的可怜虫。我竟然没死，而且我的身体机能也还在慢慢的恢复。爷爷，您把这些都撤了。是谁救了我？爷爷，您真的复活了，是秦前辈救了你。秦前辈？秦前辈是谁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哦，他有事儿，刚走。Oh my god！ 上帝，请你原谅我的无知，我不会再做梦吧？陈刚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哼呀，你这老家伙还没死啊！本尊神功即将大成，需要沈雨落这天阴之体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们要是识相点的话，赶紧把他交出来。有我在，你这个老魔头休想撼雨落！金丹中气，自不量力。爷爷，爷爷，金刚，没想到你已经达到了金刚境的巅峰。没想到你已经达到了金刚境的巅峰。哼，只要吸干沈雨落那个小娘们儿，本尊就能突破元婴。黑白护法，拿着这老家伙的精血，使用追踪大法去击打沈雨落。是。陈刚，我女婿乃绝世高人秦始皇，我沈两家是亲戚。如果想害沈家的话，你可曾想过后果吗？楚巴图，你伙同那几个江湖骗子打伤了我儿，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。等我突破元婴之后，我再来收拾你。楚巴图，你们楚家朋友大好前程啊，可都被你们父女给毁了。等我把神功大成，我定要让你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天龙，我们走。陈刚竟然突破了金丹巅峰，还有谁能救得了雨落？有，秦始皇。师傅，东海仙山离这里有多远呀？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东海仙山就是我瞎掰的，我只是找个借口跑路而已，鬼知道怎么过去那边啊！雨落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野，是你啊！我爷爷突然病重，我得赶紧回去，先不跟你们说了。哎，雨落姐，你别急啊，
我师傅已经给你约就好了。小野，你什么时候有的师傅啊？我昨天刚拜的师，我师傅可是修行的绝世高人，还是绝世神医呢。我们刚治好你爷爷从沈家出来，那神老头都硬了，除非神仙来了才能救他。我这便宜托，你是真会帮我吹。好徒儿，那你们好姐妹先聊，为师先回道观了。嘿嘿嘿嘿。又怎么了，好徒儿？小姑奶奶呀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师傅，我和雨落姐从小一起长大，宛如亲姐妹，你能不能也收雨落姐为徒？小野，我什么时候说要拜师了？雨落姐，我师傅可是绝世高人，助我突破冰灵圣体的禁锢，不如修行。随便指点了下我父亲，就让他突破到了金丹境。只要你能拜入师门，你就再也不用惧怕陈刚了呀。只要你能拜入师门，你就再也不用惧怕陈刚了呀。小野，你真成了修行者？对呀。小野从不说谎，难道他真是绝世高人？哎，徒儿，为师收你已是破例。所谓道不亲传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为师有缘分的。师傅，那陈刚专练邪功，吸收人的功法和女人的姻缘，这雨落姐就是他下一个目标，您就救救他吧。前辈，晚辈献上千万薄礼，求前辈传我绝世功法，练成后另有厚报。师傅，这雨落姐都这么诚恳了，您就帮帮她吧。千万薄礼，妹子，你是在诱惑哥吗？本尊刚刚算了一卦，你姐与为师颇有缘分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传你一套绝世功法。多谢前辈，请笑纳。本尊绝对不是为了钱，凡事都讲缘，这便是你的善缘，你善呐。我拿出1000万后，这人态度截然转变，如此贪恋世俗钱财，不像绝世高人啊。师傅，您准备传授雨落姐什么功法呀？那我便传你一套吸星大法，以恶对恶，以强制强。那我便传你一套吸星大法，以恶对恶，以强制强。雨落姐，光听这名字就知道，我师傅要传你的功法很厉害呀。但是吸星大法的秘籍我没带，只能口述，能记住多少就看你自己了。所谓吸星大法，讲究令归丹田，常如空香，横似深谷，空香可储物，深谷可容水。后面是什么来着？算了，不管了，随便瞎编，编完跑路。如鲸吞水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吸星大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。吸。小舅，这便是吸星大法的全部口诀，能记住多少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你个江湖骗子，真当我3岁小孩啊？竟敢胡编乱造，浪费我时间！我沈雨落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骗子，现在就砍了你！你不学就不学，没必要动手吧？雨落姐，我师傅可是能开辟武道空间的人，他借此传授你功法，这已经是你天大的造化了，你怎么能对我师傅这么无礼啊？我自幼修习，岂会分辨不出功法好坏？这哪里是什么绝世功法，分明是胡说八道！小野，你不说这家伙是什么绝世高人吗？我现在就让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！我现在就让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！这里有沈雨落那小娘们的血脉气息，她就在附近。不好，是黑白护法！你这江湖骗子，给我等着！雨落姐，那陈家的黑白护法不过是筑基境，我师傅抬起手就能碾死他们，你跑什么呀？
越来越浮躁，我得赶紧离开这世界之地。师傅，完蛋了，他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？师傅，不好了，玉罗姐被陈家黑白符瓦抓走了，我们得赶紧去救她。为师已经传过他吸星大法了，为师还要去东海仙山讲道，接下来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事情有轻重缓急，师傅，我们得赶紧去救他。哎呀，走！我们陈家本就是洪州10大古武家族之一，此次家主神功大成之后，陈家的实力定会跻身洪州第一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我陈家！连我师傅的徒弟都敢抓，我看不知死活的是你。徒儿，你少说几句。咱们不能恃强凌弱，要以德服人。千万别误会啊！我今天来就是给个小小的建议，如果你们能放了沈雨落，那大家就化干戈为玉帛，和气生财嘛！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们陈家讲条件？哼！我爸即将突破成为元婴强者，到时候一巴掌拍死你们！哼，在我师傅面前，就算你爸突破到元婴境，也不过是蝼蚁一只。我你妈还在这拱火，你生怕我死得不够快吗？小野，为师说了多少次了，为师不喜打打杀杀。听到了吧？我师傅心善，不愿为难你们，赶紧把雨落姐给我放。你这个强盗骗子，四坏我好事，还敢来这儿装神弄鬼，想要沈雨落是吧？他就在这练功房里，不过此时应该已经被我爸吸成人干了吧？你别过来！我最喜欢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小鸟儿。本尊先让你尝尝做女人的快乐，然后再吸干你的姻缘。你放心，本尊会让你毫无痛苦的被我吸干姻缘。吸星大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。如鲸吞水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吸星大法有可能是真的。不管了，司马当活马医吧。当令丹田，长不下，如鲸吞水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这是哪里？这吸星大法竟然是真的！吸星大法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会真的吸成人干了吧？这定是我爸突破了元婴境。楚小野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自己洗干净，躺在床上等着，不然等我爸出关，定让你楚家覆灭。还有你，现在跪下求饶，说不定我能饶你一命。狗嘴里吐出象牙，我师父已经传授了雨落姐吸星大法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爸现在应该在里面被雨落姐吸干功法了吧？师父，您神机妙算，您提前传授雨落姐吸星大法，肯定也是这个用意吧？我的姑奶奶呀，你是想象力真够丰富的。吸星大法就是我瞎编的，沈雨落这话恐怕都得凉透了呀！再不跑就没机会啊，不错，
为师早就算到沈雨落命中有此一劫，但是此劫只能靠他自己，旁人不得干涉，否则会干扰天机。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走，晚了！性情的装神弄鬼的把戏玩不下去了是吧？哎，我给你个机会啊，现在跪地求饶，说不定我还可以放你一马。报，恭贺家主大成，恭请家主出关。这下完了，这便宜徒弟坑死我了！姓秦的，还不跪下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但是黄金也没有命重要。沈雨落，他怎么没被吸成人干？你爸已经被我用吸星大法吸干精元，去见阎罗王了。师傅，你跪在这干什么？你赶紧起来呀！你不懂，陈刚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死者为大呀。快起来吧！刚子，你死得真惨呐！刺激，太刺激了！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徒儿前面多有冒犯，求师傅原谅我这一次。你真吸干了陈刚。好。如果今天师傅没有传我绝世功法，我现在已经被陈刚害死。师傅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起来吧，下不为例啊！多谢师傅。吸星大法纯粹就是我瞎编的，鬼知道沈雨落怎么弄死了陈刚。陈家世大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还是赶紧溜为妙。既然陈刚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，那我们走吧。天天的，姓秦的，你给我站住！还有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姓秦的，你们害死了我爸，我定要求你碎尸万段！我你妈，弄死你爸的就是沈雨落啊！你找错仇人了呀！陈天龙，再敢对我师父不敬，我送你去跟你爸团聚。金丹天佛，你真的吸干了我爸的法力，姓秦的，我真想与你不共戴天！啊，这真不怪我呀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我爸的师父是地级王家老祖，元婴天凤的绝世强者。你们害死了我爸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在我师父这种绝世高人的面前，你师爷不过只是蝼蚁罢了。我师父抬起手就能给他灭了。楚小野，他们陈家刚死了人，现在正是伤心的时候。做人呢要有同情心，你千万别说话了啊！我的好徒儿啊，一个陈家就搞得我心惊胆战，你就别把为师往死里坑了，行不行啊？是，师父。赶紧准备丧事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啊！这些呢，你接人待斩！现在就去找我师爷，让他为我们陈家主持公道。师爷，我爸被人给害死了，你一定要为我爸报仇雪恨的。刚儿6岁随我学艺，只差一步便能突破到元婴境。是谁杀了他？直接害死我爸的人是沈雨落，得
罪魁祸首是秦萧。秦萧？没有听过这个名号。他在洪州本就籍籍无名，你没听说过的，很正常。他修为很高，不知道，但他不过才20出头的年纪，没见他展示过修为，让我怀疑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但此人阴狠毒辣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就算是修行者，又能有多高？难道他不知道高儿是我的徒弟吗？知道。不过秦萧说您根本不算什么，若是您敢出手，他连您一块儿灭。反了！走，去洪州，我倒要看看那个秦萧究竟是个什么3头6臂的玩意儿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为师呢要去东海仙山找几位老友打牌，3缺1很急的，你就在这儿自行修炼，为师回来再检查啊。好的，师傅，那你一定要早点回来。回来是不可能回来的，一个陈刚就差点把我吓死，那个京都的王家岂不是更恐怖？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好。齐先生，不是吧？这是那天已经应了的老头，我不是见鬼了吧？老朽沈红军携长孙沈天赐特来感谢救命之恩。表哥，怎么就你跟沈家主来了？雨落姐呢？哦，雨落她有所感悟，从陈家回来之后就闭关了。我本想等她出关再一起过来感谢秦前辈的，但是爷爷他等不及了。秦前辈啊，有温度，应该不是鬼吧？老朽本次前来，一是要当面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二来呢是想请你指点一二，请万望成全呐。感谢就不必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至于指点，我现在还有要事在身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啊！指点你？楚小野和沈雨落这样的小姑娘我还骗得了，你这老谋深算的老头子肯定不好忽悠啊！您就随便说2句就行了。规矩我懂。这卡里有5000万，是我为道观准备的香火钱，请您笑纳。请您笑纳。上来就5000万，这可是你们上赶着让我骗的，不能怪我了。钱财于我毫无意义，但看在你们一片诚心的份上，我便指点一二。看到这池塘里的鱼没有？修行在于一个字，机缘我已经指点给你，至于你能不能悟到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秦前辈果然是高人啊，一言一语都透露着玄妙天机。老朽明白了。啊？你明白啥了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师傅，沈老爷子能突破元婴境吗？他若能悟道，别说元婴，化神境都不在话下。我悟了，鱼在水中出有从容，怡然自得。秦前辈是想告诉我，修行也是如此，才能达到忘却物我、超凡脱俗的逍遥之境。元婴雷劫，爷爷要突破了！秦前辈真乃高人啊！短短几句话就让爷爷从金丹中期突破到了元婴。那当然了，我师傅可是真正的绝世高人。这就突破了，闹腾吧！秦前辈，我已经突破元婴了，感谢秦前辈。我现在就去闭死关，不到化神境，我绝不出关。师傅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低调低调，你也回去吧，为师也要走了。我还是赶紧溜吧，跟这几个神经兮兮的人待在一起，
我迟早也被传染。师傅，姓秦的，害死老爸，你要去哪儿？陈天龙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取你的狗命！陈天龙，之前在陈家，我看在你爸刚死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，饶你一命。今天你就听哥一句劝，赶紧回家给你爸办丧事去啊！死到临头竟还敢大言不惭！你知道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你爷爷吗？一把年纪了，不在家里面躺着好好休息，居然还敢牵出来，多不安全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位就是我爸的恩师，王家老祖。什么？王家老祖？元婴巅峰的王家老祖？怕了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小子，好大的胆，还我爱徒命来！还我爱徒命来！哎，别过来啊，有话慢慢说啊。陈天龙怎么这么快就把王家老祖请来了？这一下是真的玩完了。有什么话下去跟阎王说吧。哎，等等，想道歉求饶，留着跟我爱徒说。王家老祖，你徒儿坑害我徒儿在先，我徒儿只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凡事都要讲个道理，这叫做正当防卫。你徒儿刚自死，跟我徒儿和我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道理，本尊的拳头就是道理。小子，老夫现在不想让你痛快的死了，我就是要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嗨，我说你王家老头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师傅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跟你讲道理，否则我师傅一巴掌就能给你拍成齑粉。我堂堂元婴境巅峰，你说他将我拍成齑粉？对呀，在我师傅这种绝世高人的面前，你区元婴境巅峰也不过是蝼蚁一只。我师傅是因为要去跟老友打牌，所以没时间跟你计较而已。徒儿，你也别胡说八道啊！小姑奶奶，元婴境巅峰的修行者，抬手就能灭了一个修行家族，你是真巴不得为师早点死啊！打牌，等我折磨够你，再送你下去跟阎王打牌吧。老匹夫，休得对我师父无礼！洗髓真经，10步杀一人。真情，千里不留血。黄毛丫头，敢跟本尊动手，简直是不自量力！哈！徒儿，徒儿，徒儿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徒儿的修为比不上那老匹夫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请您出手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小子，要给我什么颜色瞧瞧？老匹夫，竟敢伤我徒儿，现在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师傅，那老匹夫仗着自己是元婴境巅峰，就目中无人。你只有出手将他碾跪在地上，他才能知道您的厉害。哎呀，我的好徒儿，我也想把他碾跪啊！可是这老家伙是元婴境巅峰的修行者，我一介凡人，拿什么碾跪他呀？小子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的装模作样只是徒劳。我现在先断了你的四肢，再挖掉你的眼睛，割掉你的舌头，让你痛苦的死去。老匹夫，敢对我师父口出狂言，你当真是吃了豹子胆！太好了，雨落姐出关了。雨落姐，那老匹夫是元婴境巅峰，你小心一点。小娘们儿年纪轻轻的就到了元婴境，的确很了不起。可惜在我这个元婴境巅峰面前，依旧如同蝼蚁。师爷，就是这个小贱人吸干了我爸的法力，难怪年纪轻轻的就有如此修为。小子，你不是绝世高人吗？现在我打伤了你的2个徒弟，怎么还不出手呢？本尊纵横万载，早已厌倦争斗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。底线？老夫最喜欢挑战别人的底线。现在我
我就当着你的面狠狠地蹂躏这2个小娘们，然后再吸光她们。老匹夫，我们师傅是怕影响道心，所以才对你格外宽容。但是我沈爷爷可是经过我师傅的指点，马上就要到化神境，你识相的话，赶紧速速退去。沈爷爷，哈哈哈哈！你莫不是在说沈红军那个奸丹中期的废物？他能上化神境，他这辈子能到奸丹后期，就算是烧高香了。王仲军，你以为元婴巅峰就是天下无敌了吗？爷爷，沈爷爷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出关了？您突破了？没错，王中军这个元婴巅峰翻不起什么浪花。沈红军，沈隐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一个奸丹中期的废物，敢跟本尊这么说话？今天你们都得死！今天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。化神境，你怎么可能到化神境？怎么可能？你天赋平平，怎么可能到化神境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因为我得到秦前辈的指点，你这个井底之蛙无法理解，倒也不奇怪啊。我，不，是您天赋高，跟我可没有关系啊。他不是刚刚才闭死关吗？死关是这么好出的，破2境跟喝水一样简单。真邪门了！师傅，您就别谦虚了，再低调下去，什么阿猫阿狗都不把您当回事儿。秦前辈，王陈2家竟敢来冒犯你，红军请命，将他们2家尽数宰杀！高人，此来悬针，晚冒犯您了，是晚辈的错，求您原谅。啊，你的错，你不怪我害死你徒儿了。哪的话呀？是陈昭想害您的徒儿在先，他死有余辜。高人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找您的麻烦了。您就看在我爸刚死的份上，就放过我们吧。啊，这2个家伙前面要打要杀的，这会儿居然这么能屈能伸。罢了，本尊无意与蝼蚁争执。你们赶紧回去把刚子安葬了吧，天气这么热，再下去都臭了。王陈2家都是修行家族，鬼知道他们在修行界还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多谢高人，多谢高人。谁会走？奇耻大辱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陈天龙，你不是说秦霄那小子就是一江湖骗子吗？谁息怒？综合最近种种怪事来看，他之前卖的那些秘籍，可能确实是绝世秘籍。不过那应该都是寻真观传承下来的。他就是个普通人。他拥有那么多绝世秘籍，会是普通人吗？师爷，您想啊，如果他不是个普通人，您打伤了他2个徒弟，他怎么可能不还手啊？你说的对，火都烧到脚背上了，他再低调也不可能还在那耍嘴皮子。他应该是体质垃圾，无法修炼。肯定是这样。师爷，如果我们能得到这绝世秘籍，我们一样能修炼大成，再也不用怕沈家那老贼。本尊这辈子第一次受此等大辱，此生不杀秦霄和沈红军誓不为人。咱们必须搞到绝世秘籍。师爷，您打算怎么做？这是王家至宝玄宝罗盘，能感知宝物。你今晚偷偷的潜入玄真观，把那最珍贵的绝世秘籍给吐出来。
不，师爷，我就是个进藏初期的修为，我连朱小野都打不过我让你偷偷的潜入，不是让你去抢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难道你不想为你爸报仇雪恨了吗？今天我沈玉罗杀了我爸，我一定要弄死他们。师爷，我去。月光宝盒。不过这个世界也太奇怪了，这些人就跟脑子有病一样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来了这儿，居然被尊为绝世高人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？但是没办法，气氛烘托到这了。哎。以后慕名来我玄真观的人肯定不少，我得多写几本功法，将来撑撑门面。现在他们都以为我是绝世高人，程家和王家也被沈老头打怕了。嘿，那我都不用跑路了。累了，哎，呀。那边有宝物，会是绝世秘籍吗？果真有绝世秘籍。绝世秘籍，这是要罚呀！可我也不能都带走呀。看来只能用师爷给我的寻宝罗盘，找出最珍贵的秘籍了。葵花宝典。原来这就是最珍贵的绝世秘籍，大宝贝儿。秦霄，你不就是靠着这些绝世秘籍在装吗？我都给你毁了，一本都不给你留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装？秦霄，沈雨落，等我练成这绝世秘籍，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师爷，这就是玄真观最珍贵的绝世秘籍。哇，天龙，你这么快就带回了最珍贵的绝世秘籍，果真没有令我失望了。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这修炼这绝世秘籍，竟让自宫？这秘籍的要求竟如此古怪，这秘籍是真的吗？这寻宝罗盘是王家的至宝，他应该不会搞错哈。话是这么说不假呀，可这秘籍要求的也太过刁钻了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秦霄他们杀了我爸，不杀他们，我好为人子。
爷，为报血海深仇，天老愿以身之险，灭灭葵花宝典，真我。天龙，你太冲动了！要变出葵花宝典的真伪，何必以身试险呢？随便找个下人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啊！哎呀，你现在挥刀自宫了，如果这秘籍是假的，你怎么面对陈家的列祖列宗啊？混老东西，你想到了变出葵花宝典真伪的办法，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我都自宫了，你来这儿当马后炮，是想气死我吗？哎呀，事已至此，天龙啊，你就练吧。思色是苦，厌苦舍离，以达尽兴。尽兴之后，手若沾花。我你们这都是谁干的？师傅，就这情况看，昨晚应该是进贼了。贼不应该偷东西吗？他为什么要撕毁我刚编好的武林秘籍？为了编这10几本秘籍，我花了数十个小时啊！我师傅著作的功法秘籍，都是能沟通天地的修行至宝。这是哪个杀千刀的，竟然敢毁了它？被我抓到，一定给他的头都打歪。不过，为了防止有人盗窃，我早就在这房间安装了监控。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吃了豹子胆，竟然敢在我师傅的仙居之处撒野。师傅，是陈天龙那个混蛋干的。原来这就是最珍贵的秘籍呀！秦霄，沈雨落。等我练成这绝世秘籍，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还真是陈天龙。师傅，早知道陈天龙这么不知悔改，昨天你就不应该饶了他。哎，小野，你是不是有他电话？赶紧打给他，为师有要事要说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陈天龙不接电话。哎呀，陈天龙那家伙偷走什么不好，偏偏偷走一本《葵花宝典》。那家伙精神有些失常，该不会真挥刀自宫吧？我竟然真的练成了！这《葵花宝典》果然是绝世秘籍，我一下就从金丹初期来到了金丹巅峰了呢！你成功了啊！才1晚上时间就成功了，看来这《葵花宝典》果真是绝世秘籍呀！楚小野那个臭娘们居然给我打了10多个电话。接。小贱人，找你龙哥哥什么事儿啊？陈天龙，我是秦霄，你千万别干傻事啊！赶紧把葵花宝典给我送回来。秦霄，你觉得我得了这绝世秘籍，我还会给你送回去吗？你想都别想！师爷，这秦霄竟然让我把葵花宝典给他送回去，真是笑死人了！送回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困在这元婴巅峰已有10年，
如今得到这葵花宝典，定能突破到化神境。只要能成为执掌生死的化神强者，就算是断了这子孙根，也值得。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，方会丹田。气成之后，若先生妙计入笔。这葵花宝典果然是绝世秘籍啊！我才练到了半步，居然一下就飙升到了化神境巅峰。恭喜师弟！神功大成！哼，我建议啊，把咱们所有有后的王家子孙都召来练这葵花宝典，到时候王家一定能成为修行界的第一大世家，凌驾于整个修行界之上。天龙，你有心了。等王家称霸修行界，定不会放了你陈家。天龙在此谢过誓言呢。千行啊，你速速通知我们王家所有有后的子孙，赶到洪州集合。对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有后的。王家的子孙们，我们王家得到这本葵花宝典，那是我们天大的造化。你们大家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，开始修炼秘籍吧。是，老祖。诸位哥哥，等一等。怎么啦？陈修实在是可恶至极。现在诸位哥哥们集体修炼神功，我想给他发个视频呢，让他看看我们的厉害。昨晚的葵花宝典怎么写的来着？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呀。瞎编吧。谁呀？陈修，你所有的功法秘籍都被毁，现在你最重要的葵花宝典还落在了我们的手上，你是不是很伤心，很绝望？对不对呀？秘籍被毁那是小事，我是怕你们自误啊。自误？我和师爷都已练成这神功秘籍，功法大进。还有王家的诸位兄弟也都练上这神功秘籍，用不了多久，王家就会成为修行界的第一大家族。你们两个都练了葵花宝典，我和师爷都已练成，现在神功大增。我要让你亲眼看见我的哥哥们也神功大成。哼！给我切！给我切！哎，切不得啊！那葵花宝典这是我瞎编的，你们可千万别当真啊！君夏，我知道你害怕。不过王家崛起已成定局，我跟师爷都已练成，这神功是真是假，我们还不知道吗？各位哥哥们，王家璀璨的未来就靠各位哥哥们了。
哎呀，真作孽呀！好，不愧是我王家的好男儿，你们速速给我修炼神功。接着，小崽子，等我的子孙们修炼成了葵花宝典，王家成为修行界真正的霸主，到时候你和沈红军都得死。做你们王家的子孙，可真遭罪啊！老祖，我劝你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赶紧带他们去医院。现在医学发达，说不定街上还能用呢。不对自己狠一点，如何修炼成神功啊？王家二郎自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老祖，老祖，这葵花宝典上写着“如不自宫也可炼成”啊！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如不自宫也能炼成？我瞧瞧，这真的假的？如不自宫也能炼成，这是真的吗？这秘籍上白纸黑字写着，肯定是真的呀！天哪！老祖，我们都被坑了呀！不用自宫也能炼成，那我们岂不是白白做了太监？这样都是被你陈天龙害的！陈天龙，我们王家跟你有什么仇？你竟然这么歹毒，让我们全部变成太监！老祖，你一定要杀了陈天龙，给我们报仇啊！天龙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肯定是他故意写下这么一句话。蓝哥哥信我们的。不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忙啊，我先挂了。集体自宫，这下可玩大了。这陈天龙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子啊！要，我听话。是。像《葵花宝典》这样的绝世秘籍，那一定是有失才有得呀。如若不自宫，根本炼不成的。你去抓一个普通人过来，让他不自宫修炼葵花宝典，看看结果就知道了。快去！让他练。给我照着这葵花宝典练，不然我弄死你！我练，我现在就练。抓紧的！葵花神功，步步自通，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怎么样？你练成了吗？练成了吗？怎么样？我练成了！我练成了！我现在已是筑基初期的修行者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练成？混账！一个普通人不用自宫都能成为修行者，这说明修炼葵花宝典根本就不用自宫。陈天龙，我要杀了你！沈饶庙，我也是被害者呀！罪魁祸首是那个秦晓，是他设了个坑让我们跳。爹，你就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就原谅我吧。罢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看在我刚儿的面子上，不饶你这次。哼！事已至此，你们速速修炼神功，然后随我一起杀到玄真观，将钱萧他们挫骨扬灰。短短半个小时，我就从筑基境中期飙升到了金丹境中期。我已突破金丹期瓶颈，成为元婴初期的修行者。这葵花宝典实在是太神奇了！好，大家现在都已练成了神功，随我一起杀到玄真观，将钱萧那个罪魁祸首拔皮拆骨，以泄心中愤恨。
八皮陈府，八皮陈府。陆小野，谁？陈天龙，是你！你毁坏我师父秘籍，竟然还敢来玄真观撒野，是真活腻了吗？你少在这儿啰嗦。陈潇呢？赶紧让他出来受死！陈天龙，你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呀？原来你真自宫了！你们要是不想死，就赶紧让齐萧滚出来！你一个阉人，有什么资格叫我师父？哼哼哼，你找死！陈天龙，在这短短的时间，你竟然突破到了金丹巅峰。可惜呀，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去死吧，你这个小贱人！师爷，沈雨乐那个娘们儿是元婴初期，我不是她的对手。元婴界初期，在本尊被突破之前，都是蝼蚁。王中军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还敢来玄真道观撒野！哟，沈家老贼也在啊，正好，不用我去找你了。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哎呀呀！王中军，你竟然达到了化神境巅峰！没错，本尊已是化神境巅峰，修行界再无敌手。今天你们都得死！大清早的，睡得正香呢，谁在这吵吵闹闹啊？师父，陈天龙和王家人来寻仇了。寻仇？我操！真的是他们！老爷子，秦前辈，王从军已经突破到了化神境巅峰，哇，已经不是他的对手。秦前辈，出手灭了他！请师父出手灭了王中军。什么？王家老祖突破到了化神境巅峰？姑奶奶们，你们让我一个普通人拿什么灭了他？钱小崽子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在本尊眼里啊，他比一个蝼蚁还要渺小。你们让他来灭我，是想笑死我吗？我师父独断万古，是绝世高人，你才是蝼蚁！我呸！钱萧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江湖骗子，我们都已练成葵花宝典。要是识相的话，赶紧跪地求饶！什么？你们两个都练成了葵花宝典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的修行天赋，那都是修行界的佼佼者，怎么不可能？哥，那葵花宝典就我瞎编的，你们怎么可能练成呢？秦笑，别装了！葵花宝典乃是修行界第一的功法秘籍，怎么可能是你编的？不过你这小子确实阴狠，居然在里面加入了要自宫的鬼话，这弄得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享受男人的快乐。就这情况看，陈天龙他们好像真练成了葵花宝典，这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陈天龙，你想干什么？陈天龙，你放开我徒儿！师傅，陈天龙不知天高地厚，请您赶紧出手，让他灰飞烟灭。一介凡人，还要将我灰飞烟灭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秦霄，不仅害死了我爸，你还害我成了太监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楚小野，再将你千刀万剐，以泄心头之恨。放开我徒儿！哎，怎么不疼啊？这怎么可能？闹！你居然真的是修行者！陈天龙，我师父不但是修行者，还是绝世高人呢。现在你知道怕了吧？我师父言出法随，可沟通天道。陈天龙，你这么一只小蝼蚁也敢冒犯他，这就是你的下场！金刚不坏的肉身，小子，你掩藏的挺深呐。什么情况？我瞎编的功法大家都能练成，现在我一挥手又击飞了陈天龙，难道我真是绝世高人？不过，就算你有金刚不坏的肉身，在我化神境巅峰面前，也不过是蝼蚁罢了。现在我就要把你扒皮拆骨！六百神剑！我操，真可以，牛逼呀！不可能，我是化神境巅峰的强者，世界无敌。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不可能击败我！一起上，给我杀了他！三风归元气！原来我真是绝世高人。